咗你啊嘛。咩事啊，三號？有件事我想向你請教啊。我翻睇過你幫太后設計嘅髮簪圖樣，呢件金步搖係以紅寶鑲嵌中央，但太后對綠色素有偏愛，如果換咗綠點子係咪比較適合呢？如果支釵係為昔日鄭太妃而做，我都會喜用綠點子，但如今已貴為太后，綠宮之首，唔使再有顧忌，所以我先採用紅寶，閃耀奪目，方能突顯今日太后風範。首飾之選應隨個人身份地位氣質而轉，不能一成不變。三好明白啦。咦？乜你仲畫緊並頭蓮嘅？前日咪見你畫好咗拎俾萬夫人睇㗎。夫人話我啲並頭蓮形不似神不像，要我再設計過。萬夫人根本就全心針對。或者我真係好似佢所講，睇唔出佢哋兩夫妻有幾咁恩愛。要你替萬家做事，一定好難受。夫人佢講得啱，我哋做婢嘅係要按主子嘅意思辦事，主子一日唔滿意，我哋就要改到佢滿意，做到佢高興為止。逆來順受，從來就係我哋嘅本事。不過婢都係人，人都會背。我只係想有人話俾我聽，件事幾時先至會完？佢幾時先肯收手？老天爺幾時先肯放過我？不如唔好畫住啦，休息下先啦。今日逃避，聽日始終都要面對。不過我知道無論我點畫，呢棵並頭蓮都唔會合夫人心意，因為佢眼中有刺。有刺嘅並頭蓮又點會神似？又點會望之而令人歡欣？